大家好，今日咱就开始即摆的台语文课中，即摆要讲的就是声调甲变调。咱先想看觅以前有学过啥物啊？咱以前有学过台语的声母，搁来是韵母。其中声母是上简单啦，韵母淡薄仔复杂。其实我感觉咧，台语文的时阵啊，声调甲变调其实是上介困难的一部分。但是好佳在，因为咱生活伫一个有台语的所在，所以咱事实上拢会听到台语。听到台语的时阵，咱不管是我会晓讲，但是你直接会晓讲，你平常时咧讲的时阵，就有讲到无共款的声调甲变调啊。但是咱要会晓写的时阵啊，就爱了解到底啥物叫做变调写的时阵到底爱有啥物款的符合代表这种声调写的时阵到底是要写原本的声调，还是要写变调，这就是即届要讲的。因为声调甲变调较复杂，可能大家第一摆听的时阵听甲感觉雾煞煞，所以我就甲这声调甲变调分做两届，安尼较会吸收，才袂一届讲伤济。好，再来讲声调台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这个世界有足侪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语言有伊无共款的特色。其中有真侪语言是有声调的，像伫咱东亚的语言，像台语即马讲的华语嘛是有声调华语大家较知影，因为书写的这种系统，自细汉为小学开始就学着咱知影讲华语内底有4种声调，台语毋但有4种台语是有7种声调。像讲其他的语，像讲广东语，像讲泰国语，这嘛是拢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是啥物意思？声调意思就是讲，你伫咧讲一个声音的时阵，伊无共款的声音悬度有当时位悬到低，位低到悬，这个声音的变化，就会代表无共款的意思。像讲英语就毋是一种有声调语言，英语就是敢若有重音尔，有的音较重，有的音较轻，但是伊毋是一种有声调语言。声调会影响到啥物？我会感觉除了讲话以外，上有特色的，就是咧唱歌的时阵，因为唱歌还是讲咧演奏的时阵这就是一种声音悬低变化像讲较有咱听到有较台语开口的台语歌，咱会感觉讲咧听到这条歌的时阵，这个曲的时阵咧唱歌，伊的声音变化就甲咱讲台语的声音是足相像的，安尼嘛较听有。这就是因为台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若是讲话的时阵，迄个声音的变化甲歌的迄个曲的关系无共款，咱听起来就感觉淡薄仔怪怪，是讲听足侪摆嘛听无伊到底咧唱啥，这就是因为讲话声音甲唱歌的声音的关系无对同。搁倒转来讲声调，台语即马有7种声调，但是咱咧表示声调的时阵来讲，这是第1调、第2调、第3调、第4调、第5调第6调即马伫台语大部分的台语至少普通腔内底已经无第6调伫较少的所在，像讲鹿港还是倒位搁留甲这个第6调搁留咧，毋过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是无所以敢若1、2、3、4、5甲7、8 7种声调毋过咱就让第6过去，就是第1、第2、第3、第4、第5第7、第8咱就一个一个来看第1调就是像讲沙这种声音沙咱会当看顶悬的符合顶悬你就甲这当作是咱咧看音乐的5线谱较悬的线就代表讲这个声音较悬较低就是声音较低，
所以沙第一条沙就是较悬，搁较平的声音。那咧写的时阵啊，就是无加出来符合，像讲写三点悬无符合，这就代表讲这就是第一条三，还是讲西嘛是第一条。好啊，第二条就是底这个声音嘛，就是为悬到低底，啊伊的符号就是倒边的撇，这个撇位正边顶悬到倒边下骹，安尼一撇，就是第二条的符号倒边撇底，还是好嘛是第二条。啊，第三条这个声音嘛就较低，讲酷，啊伊是正边的撇。倒边撇甲正边撇意思就是无共款咯。倒边撇就是第二条，啊正边撇就是第三条酷，还是霸，这个声音就较低，酷霸。好，啊过来第四条，好，这就爱讲到咱顶摆啊，咧讲韵母的时阵有讲到台语内底有几啊个声音是入声。啊，入声的意思就是这个声音较短，爱甲这个声音收起来。啊，收起来的方式有四种，啊，这四种就是 HPTK。啊 ，H 就是直接收，喙型无变化 ；P 就是喙爱关 ；T 就是喙齿伫头前；K 就是喙齿伫后壁。好 ，P 就是像讲若是用啊这个声音就是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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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up 这四种声音。好，变啦。看到这个字的后壁有 HPTK 这四种字，一定就是入声。啊，伫台语内底啊，入声就一定是第四条还是第八条，第四、第八一定就是入声。所以若看到拼音嘛，后壁是 HPTK 就一定是第四条还是第八条。其中第四条甲第八条的差别伫倒位？就是第四条较低，第八条较悬。像讲跨，这就是第四条的字跨，还是闭嘛是第四条的字，啊声音较低，啊嘛要收起来较短，跨闭。啊第五条人高，这就是为低到悬。啊，伊的符号就是那地无啊，尖尖的无啊，那像山的这种无啊。人狗，这是第五条。好，第六条目前是无去啊。第七条是偏像，其实这甲第一条有一点仔相像，但是有一点仔无共款。无共款的所在是，第七条较低，第一条较悬。就讲三是第一条，偏就是第七条。你若是用音乐的这种关系啊，有一点仔疏甲密的关系，三甲偏，较低平音就是第七条，较悬的就是第一条。啊第七条偏甲像伊的符号就是环的一条线，环的。好，若是写伫 I 的顶悬，迄点就无去啊，变做一个环偏甲像。啊，第八条拄则咧讲第四条的时阵有讲过啊，就是看到后壁有 HPTK，就是第八条。啊，第八条比第四条较悬，第四条若是跨，第八条就是直，跨甲直，啊，比甲落。好，啊，毋过啊，其实第八条伫全台湾其实有足侪款无共款的发音。啊，若伫南部啊，像讲高雄啊、屏东、台南即区，第八条甲第四条的差别就较明显。就讲若照用啊这种声音来发音，就讲的是第四条，就是第八条，甲这两个就会差较济。啊，伫南部腔啊，较高雄、屏东迄区，你就会感觉讲即个声音啊，甲第二条有一点仔像。啊，毋过你
咧念第八条的时阵会念较短，就是讲伊毋是讲啊，伊是讲啊较短。啊，毋过啊，伫中北部较侪人会甲第八条甲第七条念做较像，就是像讲伊毋是讲啊，伊是讲啊。其实伫即个时阵啊，第八条甲第四条就会足像诶，所以有当时啊，敢若听听念出来诶声音，有当时啊，你要分第四条还是第八条足二分诶，你得爱看伊写出来诶字到底是啥物，才知影。另外一个就是爱看伊诶变调，啥物是变调，这后壁会讲。另外一种发音嘛，咱若是伫分林嘛。虎尾伊西边，虎尾的西边大部分是较换海口腔，海口腔就是伫历史上较泉州腔的，较我泉州腔的发音。伊的第八条，若是像这南部讲啊，中北部讲啊，海口腔就会讲啊，即种位低到悬的即种声音有人会感觉即种声音嘛，甲第五条有一点仔像，毋过这嘛是共款，就是第八条拢是较短的声音。毋管你是讲倒一种，这拢是第八条。第八条伫全台湾有足侪无共款发音的方式。即种声调啊，咱若是对照大家较熟的华语内底四声调。你得感觉第一条啊，甲华语的第一条差不多，三甲华语的第一条差不多。第二条底就甲华语的第四条，听起来差不多。第三条裤甲华语的第三条是较相像裤。第五条人甲华语的第二条是较相像人。其他的拢无啥共款。所以有一个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华语内底若是发第一条的声音，伫台语内底大部分嘛是第一条。华语内底是第二条的大部分伫台语内底是第五条。其他的就拢无啥共款有一个口诀，就是下骹，这罗马字下骹，甲写伫下骹的汉字，就是因为你想要甲伊记起来到底这两三四五六七八这八个声调到底是啥物款，歹记，所以大家就有写两种口诀，第一就是三底裤胯，人下偏直。这就是为第一条到第八条，所以第六条即马是无去，毋过还是甲伊斗一个字，安尼四个字较好记。三底裤胯，人下偏直。另外一个就是八种动物，狮虎白鹂狗狗青鹿。狮虎白鹂狗狗青鹿。若是咱常常念着一个字的时阵，咱要无遮尔熟，到底这是倒一种声调的时阵，咱就甲即个口诀像讲狮虎白鹂狗狗青鹿念咧，你就甲伊对照看卖，倒一个字甲咱咧想的迄个字的声调是相像的，应该就是迄个声调。佫讲较困难一点为虾米台语会讲八个声调，而且第六个声调明明就无去佫爱硬甲伊斗一个声调留伫遐，这是因为伫传统的汉语内底就有八个声调，这八个声调是安怎区分呢？咱以前咧像讲国中高中咧上国文课的时阵，会念着一寡古诗古词会讲着倒句，讲就讲这两句一边是平声，另外一边就是仄声，平甲仄爱一个是平，一个是仄。
这伫台语内底是安怎呢？就是这8调啊，头前这2、3、4，这拢是音，拢是音。5、6、7、8拢是阳，音甲阳，头前是音，后壁是阳。啊，第1调甲第5调是平声，啊2、3、4甲6、7、8拢是仄声。所以第1调就是音平，第2调是音应该讲第1调是平，第1调到第4调拢是平上起入，啊5到8嘛是平上起入，平声平上起入，平声上声起声入声，平上起入这4个声，所以第1调就是音平，第2调就是音上，第3调就是音起，第4调就是音入，啊5就是用平，6就是用上，用上，啊7就是用起，8就是用入。这个听了袂记真嘛无要紧，对你讲话是无影响，但是这就是趣味，就是讲以前在讲为什么读一寡古诗古词啊，有人会讲啊，你用台语念比用华语念会搁较有迄种感觉，会较有开口，就是因为台语保留较侪传统汉语的声调，甲传统的汉语、中国汉语较相像。若是用共一种声音嘛，斗这8个声调，应该讲7个声调，像讲滚这种声音嘛，第一调就是滚，第2调就是滚，第3调就是滚，第4调滚，第5调滚，第7调滚，第8调滚。若是啷这种声音，第1调啷，第2调啷，第3调啷，第4调啷，第5调啷，第7调啷，第8调啷。好，这就是8调7声8调。好，特别佮讲一个，虽然拄则有讲啦，就是第8调的腔口差，有当时啊，你会感觉哦，我讲的甲别人讲的，甲你佮听着别人讲的，为什么共一个字啊？明明拢是共一个字，但是讲出来有差别，这就是第8调的腔口差。啊，伫高雄腔啊，第8调就有一点仔像第2调，就是讲这个声音的第8调，高雄腔就是讲中北部腔较内部腔就会第8调哪像第7调，高雄腔讲伊就讲若是较海口腔以鹿港为代表，伊就讲就是第8调有一点仔哪像是第5调。好，声调符号爱写伫倒位？这个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这规定无就是一个规定啦，因为大家爱统一，无啥物特别意思。伊的规则就是讲，若是有这个声音，就是过来是 a， 过来是过来是甲 u。若是有拄着2个 o 这种音，2个就是 o 这种音的时阵，2个 o 就写伫头前迄个顶管。甲 u 的到做会变做 u 还是 v， 若是2个组合，就爱写伫后壁迄个字的顶管。咱即马来做一个练习，下骹爱甲声调的符号甲数字写出来。虽然讲咱正常学过声母甲韵母，声母韵母嘛是最重要。不过即摆咱主要练习的目标就是声调，包括声调的符号甲爱写第几调。就讲举例，台语、英语，语就是第2调，咱就想看觅西好白味狗狗唱拢，西好甲语相像，还是讲你用衫底裤宽，人下天直，衫底甲语相像，所以咱就知影
语就是第2条，所以咱就爱写字，啊个第2条的符号就是倒边的撇伫 I 的头壳顶，啊写伫 I 的头壳顶的时阵啊，迄撇就爱甲原本迄点嵌过去，就袂使写迄点啊，就爱干那一个撇。好，过来注写即个声音写，咱就想看觅衫底裤看人的鼻，鼻甲声是相像的，也是讲西好白鼻高到唱，唱甲声相像，所以就是第七条，第7条的符号就是顶悬一个环，所以写伫即个声音的头壳顶写，伊是第7条，所以就写7。咱看后壁有10题，第1就是头壳的壳，头壳的壳。第2耳孔的孔，耳孔的孔。第3鼻屎的屎，鼻屎的屎。第4破病的病，破病的病。第5拆线的线，拆线的线。第6空喙的喙，空喙的喙。第7目睭的睭，目睭的睭。第8欠钱的钱，欠钱的钱。第9毋对的对，毋对的对。第10连续的续，连续的续。若是大家写好啊，咱就来看答案。第1题头壳，壳，伊的尾是 PTKH， 所以一定就是第4也是第8条。因为壳是较低的音，所以就是第4条壳。第4条无符号，写第4。第2耳孔就是较平的声音，而且是较悬的，所以就是第1条。第1条嘛无符号，后壁写一个1，就是第1。第3鼻屎，屎好白鼻高到像屎好，其实甲顶悬台语的语是共款的音，所以就是第2条。第2条就是倒边撇，爱写伫即个音的头壳顶，就是屎。第2倒边撇写第2。第4破病，病就是其实甲注写的声是共款的声音，所以是第7条病。写第7屎好白鼻高到唱是第7。第5拆线，线是啥物声调？屎好白，白就是第3。第3条就是正平撇，所以就是正平一撇写伫即个音的头壳顶，写第3。第6题空喙，其实喙甲线共款的音，所以就是嘛是第3条喙。因为 UI 做伙的时阵 ，V 即个音的时阵，爱写伫后壁迄字的顶悬。第3。第7目睭，睭是甲耳孔的孔共款，第1条平悬的声音。第8欠钱，钱是位低到悬的即种声音。屎好白鼻高到唱落，做一个高，屎好白鼻高，嘛是低到悬，所以就是第5钱。爱写伫伊韵母的顶悬，就是 I 的顶悬钱，迄点就毋免写，就是互伊滴一种帽仔，像山的帽仔，写第5。第9对，伊是 H 的尾，所以就是入声。入声第4也是第8，因为是较悬的音对，所以就是第8条，是一徛，直直的徛，毋是倒边撇嘛，毋是正边撇，就是直直的一徛。第10连续，
俗就甲着是共款的，是入声，因为伊尾是 K， 啊伊是第八调，啊嘛是爱写一徛，啊有 I 有 O， 啊 O 优先 I， 所以爱写伫 O 的迄个头壳顶一徛，啊伊是第八调写八。甲声调讲了啊，过来就是爱讲到变调，啊变调嘛叫做连续变调。啥物叫做变调，是啥物叫做连续变调？伊意思就是讲，虽然咱知影声调，啊毋过啊，有当时共款声调的字做伙的时阵，伊无一定念做共款，要看迄个字出现伫啥物所在。若是用两个字共款的，就叫做他字，用他字的两个字来看，咱上知影讲啥物叫做变调。举例来讲啊，就是第一条的字，像讲欢，咱会讲啊，即个人欢，咱敢会讲即个人欢袂？虽然即个字是念做欢，但是两个字做伙的时阵，头前迄个字就毋是念做欢啦，就念做欢，两个字做伙就变做欢。所以其实咱听高字字的时阵，欢是第一条，但是两个字做伙的时阵讲欢。第一条就哪像变做第七条啊，所以咱会感觉第一条的音改变啦，第一条变做第七条欢。第二条的字土，啊两个字若做伙爱咱怎念？爱念做土，原本是土变做土是第二条，变做土。就哪像变做第一条啊，所以咱会讲第二条会变做第一条土。啊，共款是第二条的字，若是你的腔口啊是较泉州腔、较海口腔的啊，就毋是土变做土，就会变做土。安尼念嘛是对，若是你的腔口是较海口腔，就念做土。啊，第七条是近，若是两个字做伙，近，啊近变做近，变做佫较低，啊第七条就变做哪像第三条近，啊第五条的是红是一个低到悬的字，红，两个字若做伙会讲红变做红。第五条就变做哪像第七条，所以红就变做红，第五条变做第七条。啊，毋过啊，若是你的腔口是较海口腔的，你可能毋是讲红，你会讲红，安尼嘛无毋对，就是另外一种变调的方式，就是红。若是第三条的字合。即件代志合，原本合是第三条，变做合，伊就变做哪像第二条的声音，所以会讲第三条变做第二条。只要即个字毋是伫即个词的上后壁，头前的字拢爱变调，这就叫做连续变调。啊，即边讲的就是毋是入声的变调。啊，一般普通腔内底第一变做第七变做第三变做第二变做第一，啊，第五会变做第七。啊，你若是较活泉州腔的，第二会变做第五会变做第三。即摆是讲入声的变调，就是后壁有 PTK 也是 H 的。啊 ，PTK 甲 H 啊，爱搁分开看。啊，若是第四条后壁是 PTK 的，像讲扑即个字扑，两个字斗做伙，咱会讲扑。啊，原本第四条是较低的声音，啊，若变较悬，就是变做咱第八条就是扑，变做扑。所以这就是若是第四条后壁是 PTK 的，变做咱第八条。若是第四条啊，后壁是 H 的，像讲细，啊，因为后壁是 H，原本喙型无改变，
喙型无改变啊，伊变调的时阵，其实伊嘛是低变悬的，是变做死。啊，但是因为喙型无改变，所以头前即个字到后壁即个字啊，声音就变做较长啊，所以你就会感觉第四调若是后壁到 H 的变做哪像是第二调。其实这就是这拢是互咱好记的一种标示，伊毋是真正变做第二调，是伊低的声音变悬的声音，但是伊悬后壁字是低，所以悬变低的，那就是第二调的迄种声音变做四四，是变做四四四，所以你就感觉第四调后壁若是到 H 就变做那像第二调。好啊，再来讲第八调，第八调啊，第八调原本就是较悬的声音，但是后壁到 PTK 像讲擦擦会变做擦擦，啊悬变低，就感觉讲第八调那像变做第四调啊，因为第四调就是较低的入声，那毋过啊，其实若是咱听较斟酌咧，就是擦变做擦擦擦擦啊，擦擦啊，迄种擦的声音嘛，其实比第四调的擦搁较低一点嘛，所以嘛有人会讲，这毋是第八调变做第四调，是第八调变做那像是第三调，因为第三调的声音嘛比第四调搁较低。那毋过因为第三调毋是入声，所以还是有人会讲这是变做第四调。这就是帮助咱家记起来的一种方式啦。所以你若是发音是正确的，你毋管写讲是第八调变做第四调，还是第八调变做第三调，其实拢对，拢会使。但是第八调后壁是 H 的，就是像讲热，这个物件就热，天气就热，热热热热热变做热，其实嘛是悬的变做低的。啊，毋过因为伊是 H 的声音，甲顶悬讲第四条后壁到 H 的是相像，就是因为 H 的声音会较长一点嘛，因为喙型无改变，所以你就感觉第八条若是变做较低声音，较低就是第三条，就变做热热，所以你就感觉第八条后壁到 H 变做哪像是第三条。啊，这是变调。啊，其实变调啊，虽然讲这两个字实际上念起来，这两个字是念做无共款的声音，但是啊，其实这两个字你咧写的时阵啊，你咧写伊的拼音写罗马字的时阵，拢是爱写本调，拢是爱写原本的声调。好，啊，这是我变调会当有一种考法，这拢是咧形容物件，像讲好食歹食，这看起来是啥物啊？讲芳，第一条的芳，第二条苦，第三条臭，第四条涩，第五条咸，第七条甜，第八条白。讲芳过芳芳，咱就较注意后壁迄芳芳芳芳。这就是伊的变调，芳过芳芳，苦过苦苦，臭豆臭臭，涩茶涩涩，咸菜咸咸，定人定定，白米白白，啊，念念咧，你就会当甲这记起来。啊，当然，第二条加第五条啊，这变调嘛有腔口差，苦过苦苦，有人在讲苦过苦苦，这嘛无毋对。啊，第五条，你讲咸菜咸咸，你若是讲咸菜咸咸，这嘛无毋对。好，啊，过来咱就来做一个练习。这练习啊，就是对照拄则咱讲的变调的规则啊，咱就甲变声调的符号，这个声调符号是本调哦，就是本调是啥物啊写出来啊，甲伊变调的规则写出来，像讲零六，后壁迄个字绝对是本调零零六，啊零是第二调，所以咱就爱写第二调的符号，就是倒边撇，啊个字就是第二调，啊零零零变做零
冷变做冷就是第二条，变做那第一条的声音，所以就是第二变第一，啊写第二条的本调的符号。啊，另外一个就是定，后壁迄个字是本调，定是本调，啊定是第七条，所以就写第七条的符号甲七。啊定变做定，就是第七条变做那第三条。啊后壁第一题就是咸，啊第二俗，啊第三芳，第四草，第五涩，第六洒，第七润，第八笑，第九湿，第十噗，安尼咱来看答案。第一咸，后壁迄个咸是本调，咸是第五调，啊咸变做咸，第五变第七。啊第二俗，原本是第八条，俗伊变加，啊你讲第八变第四嘛会使，讲第八变第三嘛是会使。啊第三芳是本调，芳是第一调，芳变较低啊，嘛是平声，就是第一调变第七调。啊第四草，原本是草是第三调，变做草，变做第二调。啊第五涩，原本是涩是较低的入声，就是第四调。涩变较悬，变做第八调。啊第六洒是较悬的入声，所以第八调。啊伊洒变做较低，变做第三调。第七润，伊是平声，但是较低是第七调，变做更较低，润变做第三调。啊第八笑，是较低入声，就是第四调。笑，啊变做第二调，笑。啊第九湿，原本是湿是第四调，较低变悬，湿变做第八调。啊噗，原本噗是第二调，噗变做噗，变做那像第一调。好，啊，若是用一句话啊做变调的举例，你大概发现啊，就是有变调的字比念本调的字搁较济。就讲头一句，火车已经到车头，基本上到一个坎站就是一个名词，一个物件，伊上尾迄个字是读本调，像讲火车是一个物件，火车，所以车是无变调的，火车，火就有变调，变做火车。
已经到车头，车头嘛是一个物件，所以迄头是无变调的，本调。名词通常上尾迄字是本调，啊毋过若是人称的代名词，就讲我、你、伊、恁、咱即种的，就爱变调。我无爱去动物园佚佗，即个时阵我就变做我，就是有变调啊。我无爱去动物园，动物园是一个所在，所以无变调。佚佗的佗嘛无变调，啊其他的字拢爱变调。啊有当时啊咱卖讲我无爱去动物园佚佗，啊毋过即个时阵我无变调，伊的意思淡薄仔无共款，这就是咧强调是我，毋是你哦。你讲你要去动物园佚佗，我讲毋是是我无爱去动物园佚佗，毋是你。啊，但是平常时咧讲话的时阵，就讲我无爱去动物园佚佗。过来，即杯饮料甜蜜蜜，即杯饮料是一种物件，所以迄料是无变调的。甜蜜蜜，蜜蜜蜜，上尾迄个蜜无变调。过来，你敢知春天伫倒位？啊，你就有变调，因为伊是人称的代名词。你敢知春天一个物件，天无变调伫倒位？上尾迄字无变调。啊，过来，今仔日上课真趣味。今仔日无变调，上课无变调，真趣味无变调。袂晓使船嫌客个，袂晓使船是一个物件，嫌客个，客嘛是一个物件，是上尾迄字是无变调。啊，所以咱会发现啊，你看咱咧念的时阵，念变调的比念本调的较济。若是敢若看到，毋管你是看到汉字还是看到罗马字，咱拢爱家己反应，家己变调，知影倒一个字是爱变调，倒一个字是无要变调的。其实这是咧拼音写罗马字上困难的一部分。啊，搁爱看罗马字的时阵，爱看本调读变调，这就是一种爱上尾爱变做一种自然的反应，看到本调就知影伊的变调是安怎，搁爱读出来。今仔日讲第一部分呢，声调甲变调就到这，大家敢有啥物问题？